为贵啊咯啊！阿妈的心若久悲，嫌贵咯咱妈风啊伊若吹啊，来是操咧热险按摩啊喂。啊，咱咧插着遐。毋是啦，我歌词唱了毋对伊啦。我即摆跪在遮的意思就是讲吼，因为吼，我咧今仔日无经过你的允准吼，一条金链咧甲你提去断，啊主动去共要共出医药费，啊这是我的毋对，所以我跪在遮举异骨头啊，家己自求惩罚。你真奇怪咧，你即摆是咧创啥？啊？毋是啊，我算讲金链啊无经过你的同意啊，我提去断啊，我即摆家己主动报缴啊。免啦，免跪啦，无人叫你跪啦，起来啦。有影，这我毋敢。叫你起来就起来啦。我头拄啊吼按病医转来啦，我就沿着咧想啦，到今日转就转去了，摕也袂转来。人咧讲吼，做人为快乐之本啦，所以即届我袂生气啦，起来。你真正袂生气？袂。我毋相信你手抓。好，我手抓。谢谢。毋过你人讲袂生气，你的面睛我看到小可会惊。你无骗我哦？我骗你要创啥？假使讲即届吼，你甲迄金链摕去断，甲迄钱摕去花天酒地吼，我是袂了谢你啦。要无即届你是共斗相共，我就袂怪你，应该。安某的，这世人你嫁我吼，惊你讲即句话吼，上介意我听尔。不是干那你介意听，连阮嘛真介意听。遐济啦，遐济。哎呦，三八弟啊，唔知影讲你度量这大，实在有影哦，真甘心哦。哎呀，是你唔甘我真感动。是啊，豆嫂，你唔知影吼，我去这个第一去探阿娇因遐时阵啊，好，啊，我顺便甲送一个红包。阿娇因遐感动到安尼吼，目屎拢倒吞拢唔敢流出来了。对，我无这种感觉呢。啊是讲，阿基啊，你安尼做真有道理。我虽然是讲遐金仔去互查仔偷摕去吼，还阁有一寡观察本啦。若是讲医药费这吼，原来煞甲我算一份落去。哎，好，大家有这种心，安尼真好。这目前上重要就是讲，安尼去问看卖，到底阿娇因遐医药费爱开偌济，咱是毋是负担得起啊？对，这无问题。若讲出钱的，我是较含慢啦。啊，若讲行路的，要叫我去问的吼，我来问到。嘿嘿，准讲若恁大家出袂去吼，无要紧，这间厝我搁杀来转。转，咱这间厝搁继续转的，遮咱家己住。是啊，娇啊，你讲我医药费哦，伊拢要替我付哦。对啊，你看这人偌热心呐，这尔啊关心你，一个医药费的代志吼，因大家吼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哎呀，你讲安尼是毋是真有真情味？娇啊，由此可见吼，你咧讲的无毋对。因为遐吼，平常时拢生活伫这富裕的家庭内啊，也毋知影讲吼，啥物叫做人情味啊。起码我已经知影。知影就好。但是话佫讲倒转来啦，阿兄，即摆你是结破产呢。啊，因大家经济吼，嘛毋是讲偌好啊，嘛偌快活啊。啊，即摆若为着医药费的代志咧烦恼吼，我实在袂过心哦。阿娇啊，你放心。我早就准备好啊！即马吼，互因替我烦恼，后天吼，因所有的拢我来替因烦恼。好，看你的表现。好。小姐，董事长，你叫我领来300万，我已经领出来。哦，总经理啊，遐个钱吼，暂时还阁用袂着，先寄你遐。啊？用袂着？哪会董事长你医药费咧？嘿，免烦恼啦，到时阵哦，多人纳医药费。哎呦，晓英哦，恁怎么本来住伫个普通房，啊，煞来这套房也无甲因通知，害我走去柑仔店吼，啊买一粒柑仔吼，我走去普通房啊，踅几百链铜要，互伊哥讲来。歹势歹势。来来。哦，啊内底还有便所。对啊，当然嘛有。是你看来。我你看，这规排拢是玻璃嘛吼，啊你看落去吼，哇，拢有看车啦吼，行路的代志吼。哦，这摆。阮阿遐讲这吼，安尼景致较好啦，视线较好啦。视线袂歹。啊，空气较好，心情较好。读车你看，读家呢，哎呦，读家呢，规视线袂歹，空气好。这钱一定足贵的。喺你遐度啊？你去探听了是安怎啦？我袂晓讲，我有写一张明细表，放伫恁查某囝遐，规期互伊报告就好。不过，第一，阿娇因阿兄已经为普通房换去高级套房，恁知影无？就按照就知影。知啦。第二，
因为遐个伤风无偌重，所以医药费袂真悬，恁来放心。好佳，好佳。第三，伊有请大个特别护士分3班制，要轮流甲照顾。第四，伊讲迄间病院个骨科大夫无介意哦，所以另外阁聘请7大名医要来甲医治。七个。所以呢，伊讲这6个护士，7个名医的钱总共是25万。安那会全倒？